大家好，又係我 Trudy。今日 Trudy 介紹一個特色嘅平台花園嘅單位，單位就位於奧運站3期帝豐皇殿7座一個3房嘅間隔，尺數就係834尺，而個平台花園咧就有1731尺。咁我哋可以上單位睇睇呢個單位有幾有特色。睇完咁靚單位介紹，大家係咪都想嚟睇下呢個特色嘅間隔呢？如果對單位有任何興趣或者查詢，歡迎致電俾我 Trudy 或者 WhatsApp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